早晨，大家好，我係莊師傅。我想問下大家咧，平時工作咧需唔需要成日用鍵盤啊？需唔需要成日用嘅手去發力？咁尤其啲手指係咪經常需要咁樣去活動啊？有冇發覺咧？當大家做完一輪嗰個打 keyboard 啊，或者吊住手做嘢啊，跟住做完一輪之後咧，發覺咧隻手咧擘大咧，好似好辛苦，又好難蹬得直。又好難合埋，好似有啲嘢阻住咗，好似有啲嘢喺當中阻住咗自己合埋個拳頭。咁有啲人咧，可能後翻一兩日佢就冇事嘅喎。咁但係有啲人咧，長期咧啲手指都會係咁樣伸唔直，合埋又辛苦，伸直又辛苦。咁其實發生咩事咧？咁其實就大家首先要知道個人體結構先。咁我哋手指咧，其實我哋啲活動，例如我喐呢隻手指啦嚇，喐呢隻食指，其實當我屈入嚟嘅時候咧，前臂呢度啊，呢度就會有一條肌肉收縮，咁就會做到呢個動作。跟住同樣地，後邊有條肌肉需要放鬆，咁同步嘅，後邊放鬆，前邊收縮，就會做到呢一個動作，用隻手指咁樣去活動嘅。我哋手指其實就冇乜肌肉嘅。除咗手掌多一塊啊，因為我哋需要扭螺絲啊，需要多一部屈指機。OK， 咁其他咧啲肌肉咧喺晒呢度嘅。當我哋做呢啲咁嘅動作嘅時候咧，其實就係呢度嘅唔同肌肉收縮、放鬆、收縮、放鬆、收縮、放鬆。同樣地後邊當然係同步啦，就係放鬆、收縮、放鬆、收縮咁樣啦。咁去做到我哋手指個活動。指關節活動嘅呢一個動作嘅，咁其實當我哋經常咁做嘅時候咧，其實呢度啲肌肉咧就會，其實就你諗下，呢度有一排肌肉，呢條收縮，於是咧就會喐喎，咁隔離嗰啲唔喐噶嘛，咁呢條收縮又兩條去喐喎，隔離都唔喐，於是咧令到呢度肌肉咧出現咗輕微嘅一啲叫牽拉嚇，或者係我會形容叫摩擦啦嚇。咁其實就冇摩擦嘅，咁但係一個牽拉。咁其實呢啲咧，你諗下，如果經常咁樣去收縮、牽拉、摩擦，其實會令到咧呢啲位置會出現咗黏連嘅，就會造成咧，當我哋合埋手嘅時候覺得困難，就兩個情況。第一個就係後邊可能放唔鬆，因為受到牽拉；而前邊條肌肉收縮得唔好，因為受到其他肌肉嘅阻抗。咁我哋去點樣處理咧？咁樣其實通常我哋就會講，我今日做完嘢攰，咁有咁嘅情況，聽日冇事，或者後日冇事，咁通常我哋就唔會去特別去處理嘅。咁但係如果長時間出現咗，即係肌肉嘅繃緊啊，即係手指活動嘅受限咧，咁我哋就要盡快處理啦。咁處理當然可以揾專業人士啦。其實自己都好容易處理嘅，就係呢度肌肉。咁呢度肌肉受到牽拉嘛，咁我哋就只需要將佢係鬆開佢。咁鬆開佢有兩種嘅方法嘅。第一個就係靠工具嘅，就靠呢一類叫鞭石，或者係有啲人會用肌肉嗰啲叫筋膜刀啦。咁有甚至乎你拎支筷子都得嘅喎，咁樣。咁就係揾個用手摸到個粒坑。然後就慢慢咁樣上下咁樣移動，就千祈唔好太大力，同埋其實可以唔落嗰啲油嘅，只需要掂住佢，然後咁樣簡單示範一次啊！揾到條粒坑，然後就逐少咁鬆開佢。當然我依家咁樣做唔啱，因為呢隻手發緊力，其實就需要將佢放喺台度。或者放喺大髀嗰度，將佢躺平隻手放鬆咗，固定咗一個位置，放喺個台度，將隻手放喺台度，然後先至等呢隻手放鬆咗嘅時候，我哋先至去做呢個動作嘅，咁就可以將呢啲筋膜嘅黏連、肌肉同肌肉之間嘅嗰個即係牽拉緩解咗佢嘅。其實就方法就唔複雜嘅，最主要就係個觀念咯。咁你知道點解我嘅手指會咁樣？咁知道咗個原因啦，咁我哋點樣處理咧？就係將一條條嘅肌肉用呢啲咁嘅刀或者係叫做工具啦嚇，
慢慢搖下佢，慢慢解開佢即係其實就話解開咧，其實就係鬆開佢。OK， 咁鬆開咗之後咧，手指就自然會活動得靈活啲噶啦。咁如果有問題嘅話，歡迎聯絡我我係莊師傅，多謝各位。